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使徒行传9章1节到20节。白话字伫圣经伫144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使徒行传9章1节到20节。扫罗要求一味方法，爱带主的学生去见祭司头，对伊求批，互大马色才会回堂。若拄着趁食的路的人，无论男女，伊就通白因带到耶路撒冷，行近大马色的时，忽然对天有光，为雷照伊，伊就跋倒伫地里，听见声甲伊讲：扫罗，扫罗，啥事困着我？伊讲：主啊，你是几罪？讲：我就是你所困着的耶稣，总是你着起来入城，你所应该做的，要甲你讲。东行的人静静徛底，听见声也无看见人。扫罗对地面起来，目睭天开，袂看见啥物。人牵伊的手，带伊入大马色，历过3日，袂看见，无食也无啉。伫大马色有一个学生名阿那尼亚，主伫异象中甲伊讲：阿那尼亚，伊讲：主啊，我伫遮。主对伊讲：起来，去迄条街路，叫做直的。伫犹大的街找大数的人，名叫扫罗，因为伊拄伫祈祷，阁有看见一个人名阿那尼亚入来甲伊换手，互伊袂看见。若是阿那尼亚应讲：主啊，我听见侪人讲，即个人伫耶路撒冷捌怎样大歹款待你遮的圣徒，阁伊伫遮有遮的祭司头的权，通来捌。既若求叫你的名的人。独主甲伊讲：做你去，伊是我竞选的器具，要保养我的名，伫外邦甲国王以及以色列子孙的面前，我也要互伊知，伊着因为我的名受偌啊多的艰苦。阿那尼亚就去入伊的厝，唱喊伊讲：兄弟扫罗，主就是你来的时，路中出现，互你看耶稣，找我来，互你会看见，阁得到圣神充满。连面对伊的目睭有面吸落，亲像鱼鳞，伊就看见，起来受洗礼，已经食就勇行。扫罗甲大马色的学生相隔大几啊日，两边伫遮的会堂宣传耶稣，讲伊是上帝的囝。以上，只是请本堂老团队来讲道题目是：主啊，你是几罪？兄弟姊妹平安。伫即个拜三牧师甲兄弟姊妹长老阮斗阵去参加张清爽兄弟伊个别个别式主持各种的事宜。迄天是我5年以来头一遍即个出殡的行列是落大雨，足大的雨爱行过2条街爱过2个马路。再当到火葬场，迄天雨落足大，总是阮无感觉无方便。阮南甲淡糊糊，除了为着咱的兄弟来服侍，咱嘛见证主是互咱活命，互咱拄有够用，互咱有水，互咱袂打扫，互咱袂迄天暗时。拜时暗时会互人限水的，因为咱的主是恩爱主，总是到迄天阴暗的时阵，就牧师讲：今仔日迄阵听讲是人造雨，哎呀，安尼就是袂阁落，干那落一桩人造的袂久长，人造的神袂永远，总是咱所相信即个主啊，咱所相信即个。是一水，是互咱有永远的活命，互咱有永远的活水，对咱内面冲出来。你要压制嘛，压袂掉，一直冲出来，成做咱生命中的祝福，甲永远的供应，甲保护。咱三甲来祈祷，主，阮感谢你成做阮随时的帮衬，互阮有快乐，互阮有愿望。因为主你的话，搁真搁实。主，你互阮听了你的话，会当阁去行出来，真做
运会气力甲勇气。恳求你启示阮，愿安尼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知咱生活中咱有真济会袂明白咱也有真个时阵，咱会就是咱家己是对，亲像日头出来，咱会感觉日头是日出日落，咱会感觉即个宇宙啥物最中心。咱即嘛知，咱会感觉讲，一个太阳，咱是射了太阳来，地球是射太阳，以一个太阳最中心。总是伫真济真早以前，咱毋是安尼。真早以前，圣经因感觉读了圣经是感觉，即个太阳是射啥物？是射即个地球的。迄个时阵咱就知有一个即个科学家叫做哥白尼伊捌安尼讲即个地球是即个有太阳绕着地球走的其实伊咧讲即个道理的时阵，真理科学的真理的时阵，伊心内藏足久，甲伊伫要过身的时阵，伊才敢讲，因为迄阵教皇一听到即个日心说就讲即个是甲上帝的话是无共的，所以只要甲即个真理无共的，拢爱抓起来。其中咱真知影一个科学家叫做伽利略，伊就是支持哥白尼讲对，伊讲的才是对，世界应该以啥物为中心？太阳才对。圣经讲的安尼毋对哦，所以迄个教皇就甲谁抓起来？哥白尼就甲伽利略抓起来，讲你爱改喙哦，你若毋改喙哦，我就互你甲谁共款。迄个时阵，咧伊正就有一个人，伊去用抓起来判火刑。迄个人叫做布鲁诺。你的心内感觉奇怪咧？是安怎共款读这本圣经？即个是安那？即个圣经读了，有的人感觉地球是安尼，有的人感觉地球却毋是安尼，搁掠家己做对，来甲别人安那一个逼迫、困着。啥时咱敢毋是有圣经？牧师敢毋是甲咱讲，咱来单独会主，对圣经的话，咱甲主的关系就会安那真甜蜜，咱就知主所爱的是啥物。咱甲主的关系毋是就会真好吗？伫2月，牧师有教咱单独会主，搁互咱知影摩西安怎对主，伊经验着主，伊知家己的价值了后，伊不断去经历上帝，伊活出主意爱伊所即个服侍的。伫即个中间，是安那人甲上帝的关系？啥时咱无法度得到上帝的喜乐，无法度得到上帝的欢喜，反倒转，互人甲上帝、人甲人的中间有即个紧张，共款读共款的圣经，总是却是彼此安那，毋是相疼，是相安那相拼，甚至相害。不是彼此相爱，而是彼此相害，彼此相妨碍。啥事会安尼啊？安尼咱单独会主，敢有路用？咱单独会主时阵，咱应该安那早会来明白我所信的这位上帝是之水啊！伫今仔的经文中间，咱有提到扫罗，扫罗正前，伊是一个对旧约圣经研究足深的所谓的法利赛人。当因听到这个弥赛亚是耶稣定第12届死第3日搁活，袂当相信，这个毋是安尼记的。我相信的这个上帝的弥赛亚，毋是这种的，所以来到这个司提反的时阵，因安那。伊即个扫罗，按照圣经来讲，伊就伫边仔咧看，搁甲人顾衫，讲赞，可能有话，好啦好啦，推落啦。
这个扫罗就是安尼，因为伊所相信的，伊感觉上帝爱伊做啥物，去抬遐个相信的。伫经文一开始就讲扫罗幽怨一味来喊话，爱抬主的学生去见这石头。接落来，伊讲对伊求批，搁批哦，要去大马色，才会回堂要拄着即个只要若信的人，趁即个道理的人，无论男女，拢总要甲安那抓起来，带到耶路撒冷。敢若这2节，咱就看见，毋是看伫即个字面尔。圣经传道定定咧讲，咱认捌咱的上帝，爱去读着圣经的真意，圣经的真正意思，毋是字面的意思而已。咱就看见一项代志，即个扫罗心真迫切，为主来大发热心，而且要连根拔起。安怎讲？无论男女，咱敢会记哩？伫圣经中间，安怎的人无算人啊？我毋是人啦，我啥物人？我查某人。即个扫罗连女性、男女统统的带走，而且毋是干那伫耶路撒冷带着遮的尔，甚至要出去已经四散的，遮的信耶稣基督的，有拄着恶淡淡的，因就爱紧四散去逃，伊袂可以互因逃，搁安那去讨批，要安那要去甲大马色，因为伊知伫大马色会堂遐真侪人逃去遐，所以伊就是要去来甲因抓起来，统统抓起来，无要互因信主来压迫。进了大马色的路，伊去行的时阵，天有大光，微雷照伊，伊就跋倒伫地里，听见声甲伊讲：扫罗，扫罗，啥事困着我？扫罗，扫罗，咱若知影圣经的语言密语，当上帝咧叫人的名2字的时阵，2遍，扫罗，扫罗，咱都爱注意哦，就是咱的主要介入，要直接介入，要发生一个超自然的能力，要伫你的心上，要甲你讲，要叫你去做。所以当咱若有人叫你讲阿贤，阿贤，啥事困着你负人人，大细声吼，你都通醒悟起来吼。兄弟姊妹，咱伫圣经中还阁有啥物人你会记得？摩西嘛是哦，摩西，还阁有无？该问甲亚伯、亚伯，啥事你害你的兄弟？所以兄弟姊妹，伫生活中，咱有真济的时阵，若是惊外出，咱的主听咱，会叫咱的名，叫2声就是因都爱注意哈。咱就爱倒转讲主啊，你是罪，还是讲主啊，我伫遮？要应答一句有关系。当扫罗伫遮拄着大光，伊倒趴伫遐是讲主啊，你是啥？毋是讲伊已经认捌即个主，已经顺服即个主化主啊，毋是哦。咱若看圣经原文的意思，即个主啊，就是因普通时，敢若咱即马定定人咧讲 ，Oh my， 迄个人敢毋信上帝？无啦，而且听讲Oh my God 是不文雅的对吧？吼，听讲爱讲啥 ？Oh my goodness 哈，听讲的啦，我嘛毋知，因为我定定嘛讲哦，我的天哪！这意思就是安尼，哦，我的天哪，你是谁？我敢若知影你是这个超自然的，但是我毋知影你是我旧约相信这个上帝，所以伊伫遮毋是降服的讲主啊，你是这个，毋是，伊只是咧惊吓，迄个光，互伊拨落来，互伊惊吓的，咱的主甲伊讲，你我就是你困着
的耶稣。咱要来整理一下，这个扫罗伊是安怎会安尼一心一意要来一个迫害一个基督徒？原因就是伊所信的上帝，伊感觉旧约所信的，甲即个法利赛人共款，讲无可能啦！迄个耶稣是啥物人啊？咱今仔日会经读经嘛有读着啊。加利利会出啥物先知啊？加利利有出先知无？有啦，伊咧哪倒来的？啊，读册圣经读无透，毋是，毋是读无透，是伫原文的所在。伊讲迄个先知特别指向弥赛亚，吼。所以伊就自己感觉讲，哦，我著读圣经读足早啊，即个绝对毋是迄个，即个耶稣，即个耶稣绝对毋是旧约讲的迄个弥赛亚，绝对毋是所以恁遮的淡遐乌白吵甲即罗马政府嘛要来安那抓阮的，所以伊就感觉讲袂使互恁安那淡遐唱秋，所以有自私、自以为是啊，自利，伊感觉咱爱归军，烧招呢。吼，咧迫害信耶稣的人，搁烧招，就是要爱互遮的人点点。所以咱就知归纳讲，伊要制止遮的基督，伊甚至要甲遮因逃走的城市，拢要甲因掠起来，要互因乖乖莫搁踮遐吵，互即个罗马政府安那开始注意因，因就是为着家己的生存，为着家己的前途，甚至因成立。建立一个真的法利赛人，为着就是要互因读的即个旧约律法，为着即个咧拍拼，甚至按照历史来看，圣经的历史来看，即个犹太教的因就是共同要塑造一个共同的敌人，就是信耶稣的。所以咱知，伫罗马政府那个罗马盆城记有啊哈。最后就是归因互信耶稣的，因要找一个啥物替死鬼，因要找一个啥，一个替罪的羔羊。咱在扫罗伊心内是安尼，伊偏行己路，总是伊所相信的上帝主动来找着伊。兄弟姊妹，咱活伫主，互咱的性命生活中。当咱若是无小心，咱所想的咱误会上帝，咱就是安尼，咱的主会找着咱，主动来找着咱。咱为着咱的囝儿逝世，还是咱的至亲，咱为着因烦恼，讲因哪还袂信主，他会行这条路，还是咱所听的人，他会行歹路、歪转的路，咱安那讲，安那苦劝也无效，咱就来祈祷。因为咱的主主动会来找咱，会唤咱的名，因为伊每一天提咱的名为咱来祈祷。扫罗对第二起来，伊目睭展开，总是安那，伊看无啥物，人就来牵伊。过了3天，伊袂看见，无食嘛无啉。咱的人生真正拄着大代志，咱无法度想的时阵，即个是咱就爱关，毋是目睭开尔无看呢。咱的心爱安静伫主的面前，讲主啊，当发生啥物代志？主啊，我是毋是倒位无拄好？甲你的关系无拄好？主啊，我有得罪你啊无？主恳求你帮助我。即个时，伫大马色有一个学生名做阿那尼亚。伊伫伊异象中，主甲伊讲阿那尼亚，伊讲啥？主，我伫遮。毋是讲主啊，你是啥？即个时的主啊，就是安那幸福。即摆兄弟姊妹，当主要咱去做，要呼召咱讲3月10日较紧报名属灵家长，咧叫你的名，你爱应啥物？阿们，上帝要祝福你，要叫你赶紧去被装备，唔通干那信真做信徒，糊里糊涂，爱安那真做门徒，咱爱这样为主征战。这个是主叫你报名，你爱应啥物？
这个是咱来印啥？主啊，我伫遮，敢好？咱来印这句好无？来，请主啊，我伫遮，搁一遍好无？主啊，我伫遮，搁一遍。主啊，我伫遮。当我喊主啊，我伫遮，你其他拢免烦恼。虽然你会感觉讲就安尼，我无方便，安尼，遐尼一礼拜1点我当咧爱困，我去遐若拍个困，对牧师足歹势，袂啦，牧师袂互你困去，绝对袂，因为伊咧讲靠足心识的，所以咱免烦恼遐。阿那尼亚伊嘛烦恼，主啊，你敢毋知？迄个扫罗是专门咧咧敌咧信你的人呢？你搁叫我安尼，毋免记啦。主啊，呼叫咱的时候，免记遐，找理由拢免。3月12甲写落去。主啊，我伫遮，我就来受装备。阿那尼亚听话，真正听话，就去甲扫罗遐。伊就互扫罗看见，而且互扫罗信心来充满。扫罗就敢若有虚灵对伊的目睭加落来，扫罗就看见，扫罗就改变，对扫罗变成啥物？变成保罗，而且毋是话主啊，你是啥？是话讲啥物？你是上帝的囝哩，你是上帝的囝。咱看见保罗伊的改变，伊改变了，无搁用律法来看这个世界。无讲耶稣你是啥物学历？耶稣是啥物经历？无，兄弟姊妹，咱嘛毋通家己安尼看家己。当牧师若呼召你，讲你来属灵家长训练，你来小组长，你毋好搁讲我都学历无好，我毋捌字，我毋捌代志，毋免，因为咱无搁用律法的眼光来看家己，来看上帝。咱无搁用咱人用即个世界的标准来看主。你会讲，传道我袂啦，我逐工拢读圣经，我拢袂歪带去啊，我袂假咬啦，自以为是袂啦。干嘛呢？当咱讲过百年，当初咧讲日心说的时阵，偌济人反对，连科学家迄当时的科学家都反对。咱今咧，咱敢相信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咱敢相信？相信总是咱嘛会讲啥物？日出日落啥呐？日出是以什么为中心？以地球为中心呢。所以讲，咱有通是不察觉时阵，咱嘛是自以为意，咱嘛是自我为中心来看这世界。所以咱来讲，咱真有可能错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咱真有可能对咱的主认捌无够深。我错了，所以当咱要去批评别人的时候，讲这代志就应该安尼，哪会做甲安尼？这是什么人啦？我们有可能错了。我们每次在讲日出日落的时候，我们就错了。我们明知故坏，或者是我明知，但是我不知道，原来这样也是以自我为中心。求主来帮助咱的性命，咱亲像咱主祷文讲的，愿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天里。安尼，什么是上帝的旨意？两方面，上帝的旨意就是讲，你知影你应该爱做，你爱安尼去做。主，你爱我行叨一条路，你互我凭着意志，我爱哪做，我就去做。另外一方面，上帝旨意就是讲，无经过我的同意，总是发生伫我身上的上帝要互我去经历的代志。主啊，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你所做的安排对我是上好的安排。上帝只有这两方面，所以咱真困难的，可能是两边拢困难，总是咱来选择的是这边。就是主要爱你去做，你有去做，你愿意去明白。愿意去遵循，你愿意去顺服上帝的旨意无？咱每一天拢会做选择，咱的选择，咱拢会来祈祷会。咱的祈祷，咱所求的是啥物？上帝你的旨意是啥物？分做4方面，这是我
老师蔡茂堂牧师所教，我感觉这足清楚。我真意爱，逐遍我咧人生十字路口，我咧做选择的时阵，我就会安尼来想，因为我愿意有主的旨意，来活出上帝的旨意。咱看这个图，咱就知上帝的旨意伫这个哪色的，这个就是上帝所旨意，袂阁改变。你阁较安怎紧食祈祷，嘛袂改变。你阁较安怎紧食一年一个月一年，你迄个5年前，咱祈祷讲要青年团队，要少年的，要查甫的，要健康的，上帝旨意就是我一箍落来，袂改变啊！安尼了解无？这个是咱讲主你掌权，主要上十字架嘛，袂改变。安尼咱咧祈祷，咱咧看圣经中，咱就爱改变啊！主啊，我愿意顺服，所以我感谢上帝。5年前，咱大家拢真顺服。上帝旨意讲，主啊，感谢你，你赏赐互阮即个团队是女的，佫已经50几岁，佫小可行路无好势，若讲较迄落讲着摆开。主啊，这青年团队是要安怎做都好啦。上帝讲你免烦恼，是我咧做，毋是伊咧做。阿妹吗？感谢主这咱就爱顺服。总是黄色的这个所在，就是咱有自由意志。上帝互你，毋是创造这个咱机器人，伊互你选，你要嫁这个，还是要嫁阿贤？你要娶这个，你要娶阿婶，还是你要娶迄个？你会使选择，这就是主嘛，互你讲，你应该爱按照我的命令，你爱去做你就爱好好去做，你来遵行，咱来看，咱来读这句诗篇，请咱来读143，请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为你是我的上帝，你的神本是善，求你带我到边塔的路的地。好，这就是咱遵行主的话，咱就得到福气。总是咱拄仔讲，困难就困难，讲我明明知影，就是爱疼家后，亲像家己疼翁婿，亲像家己总是袂堪伫的时阵嘛是安那恶霸啦安怎就是无法度上帝讲好佫互你迄落会顾在咱去所以牧师定来讲，上帝若甲你教示，你若毋听，你也阁要安尼做。台语讲啥？讲了足传神，讲凊在你去啊，顾在你去啊。出啥物？牧师安怎讲？出在你去啦，出在你去所以咱就爱听见上帝讲，来找咱的时阵，咱就爱回头，毋通毋通故意无认捌上帝，这是真大的罪咱来读这句罗马书1章20节，请因既然故意无认捌上帝，上帝就任凭因顺着邪恶的心，行遐个无合理的事。你若故意，上帝已经一遍搁一遍甲你讲，咱传福音是一定袂改变的，因为上帝就是听，所以咱毋免讲我都毋敢传，我都无传福音的恩赐，无，咱就是去传就对啊，这是上帝袂改变的旨意，咱就是去传，你有愿意去传无？黄色的你有愿意去？我都无啥爱，上帝安那出在你去，我都搁惊歹，出在你去。扫罗今仔日，咱今仔读的经文头开始，伊压迫信耶稣的人，上帝出在伊去，总是上帝有稳定，找到伊，大光照伊，互伊发生一寡代志，你就爱停落来。所以当主咧话咱的名，应验，咱就爱停落来。什么代志？上帝稳定，搁一遍，互咱机会，咱毋通拍算这个机会。主要真侪咱的帮咱，只要咱愿意认罪
悔改，就真做咱一生的拯救。特别伫即个约瑟，有人会来要害咱，对无？吼，伫个即个创世纪50章20节，咱看约瑟伊的兄哥出卖伊，搁伊的即个主人的妇人人引诱伊，搁害伊。伫遮讲啊呐，以前恁意思是要害我，总是上帝意思是好的，要保全真济人的性命，成就今仔日的光景。咱的主会回转。你若要做歹，你就是安尼，你就是上帝错了。咱的主有挽回，咱的主会反转，咱的主有安那有大气力，吼。所以伫罗马书嘛讲安那，凡事互相效力，叫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好你若阁唔听，就乌噜噜啊，倒位乌噜噜，倒位乌噜噜串乖，长老甲牧师。愿咱搁较明白上帝的旨意。咱若是上帝意思就是真明的，你搁较安那求？你讲主啊，我紧食100工，自然你就是爱食啊。上帝意思，上帝的迄落你紧食100工，自然你就是咱愈来愈善，你就是你的性命愈来愈无亏啊。咱来想上帝，你的意思是咱毋好自意、自私、自利，愿咱拢活伫上帝的旨意内面。咱看去保罗信主了后，伊无阁用遮的律法人的目睭、世界目睭看主，是安那找求主的旨意，明白这是上帝你的旨意，袂改变的，安尼我就改哦，咱明白了后，咱去遵行，咱就顺服主的旨意。归讲来讲，上帝旨意是生命原则，毋是死罪。所以你毋免会再起来要啉咖啡，也是要啉豆奶，毋免翻行圣经。圣经袂甲你讲，因为咱的主是安那，是原则，毋是生活的细节。拄则经文嘛讲，咱来食啉，做啥物？只要是因跟上帝就来做就好。咱嘛毋免讲我是要，阮新妇是要。我是要娶即个新妇，还是迄个新妇要嫁迄个，也是迄落，毋是重要，重要的是不管咱选择一个，咱有一个心，就是敬畏基督，咱来相顺服，这是较重要的咱要做这个工课好，还是做迄个工课，其实无重要，重要是上帝互咱有理性，咱会使去分析，会当去判断，总是咱安那。咱知即个态度是啥物态度？咱斗阵来读，请。无伫干那伫目睭前殷勤，亲像找互人欢喜，就是着亲像做基督的奴仆，用实心来行上帝的旨意。所以，阮凡事拢通行，但是毋是拢有利益。所以，保罗搁进一步较细的来甲咱讲，咱要安那来做。头一个真重要，就是10条诫主的诫命咱爱来主的诫命，听人听上帝这标准，是毋是有利益？咱做了会咱去用瑕疵的人讲这个看电影很好这个可以让心情很好，但是你如果24小时拢看电影，安尼就毋好，因为你互伊限制瑕疵咱做的代志，咱有造就人无？咱有因光主的名无？咱有一个甲主一样，咱有哪来哪亲像主无？有一个美国有一个5岁的囡仔，伊号做安娜伊真快乐，真爱即个拍做迄个骹球伊有伊白中的，有一个姐姐，有一个妹妹伊有一天巴肚疼啊，足疼的而且巴肚愈来愈大，医生安那检查连伊讲伊对牛奶过敏连伊讲伊即个讲迄个，总是袂好，佫愈来愈严重，巴肚愈来愈大愈来愈重安尼要找到原因，就是罕见疾病无法度医的啦干那美国干那一个医生即个医生咧医是爱排队的是安那，因为即个无法度挂着号你行你等都袂赴因为即个病
会治到死。啊，即个妈妈用各种的方法，上帝嘛，互足侪人来帮衬伊，上落尾，即个医生真正看到伊啊，有互即个医生看，总是医生用药啊，互用嘛无效，因为即个查某囡仔对迄药啊无反应，所以伊就伫病院内面只有2字，等啥物？等死。伫个病房中间，甲伊共款一个病房，一个查某囡仔，伊号做海丽，因2个咧讲啊，死的嘛袂歹啦，因为咱活得真正真痛苦，总是我嘛真惊死。即个囡仔安娜就甲伊即个12个的项链，就送互即个海丽，讲咱有愿望。虽然咱死，总是咱有相信，因为伊的爸爸妈妈拢带伊去教会。虽然伊的妈妈，因为伊拄着学淡长的代志，教会为因祈祷，总是教会有一遍伊去做礼拜，受牧师的激励，伊真受感动。伊要回去时阵，有一群人甲伊叫，讲某咪人啊，讲即个安娜的妈妈，阮想讲，阮有感动，要甲你讲一句话。你的查某囝拄着这恶淡长这个怪病，治到会死的病吼，是毋是你有犯啥物罪？你无认罪，这个妈妈吼，气一个吼，拔头，从此无搁去教会，伊嘛气上帝，讲主啊，你讲你是主爱主，是安那这5岁的查某囡仔，拄着遮尔恶淡长的，遮尔艰苦。你是啥？你到底是啥？你有大权，你总是你是安那无爱医治我的查某囝？你毋是无好意，你毋是慈爱的，无就是你无能力。你不是不慈爱，不然就是你是没有能力的主啊！伊心真敢甲上帝冤家相拍，总是伊的查某囝真单纯，伊犹原相信，死了后伊已经被翻身。死了后，伊有愿望。2个人鼓励，2个伫遐讲甲足感动的，总是即个海丽的爸爸徛伫边啊，用屎目尾叫即安丽的妈妈去外口讲，来外口 PK， 随甲大声讲，请你甲你的查某囝讲，毋好搁甲我的查某囝讲迄落无影无一只的代志。阮无相信即个上帝，请你莫甲伊讲，莫互伊有过度的期待。阮无相信。是安娜的妈妈，无法度讲啥物。因当然无路啊，所以因就转去因的厝。伊的姐姐讲，转去遐厝，因有一张树啊，因姐姐就招伊讲，无咱来爬树。好久没有爬树，定定拢去医院。因就去爬树，爬到30尺高，足欢喜的，总是砰，迄个树啊呐断去，因就拿摔伊摔落啊呐，迄个树坑的内面，因为伊姐姐叫伊讲倒退倒退，啊无会安那摔落涂骹，但倒退倒退，结果迄个树啊是空心的，对30尺高，咚，落个一个涂骹，哇！救护车紧来，总是迄树啊足大。咧内面无法度破坏，因为若破坏，惊规张树啊摊下来，伊会去用地，伊若万一搁活着会去地死。啊，经过几若点钟的迄个拯救抢救，足侪人看迄树啊祈祷，足侪人拢一个妈妈嘛跪落来，讲主啊，我真正无法度恳求你来拯救，阮哪会拄着安尼代志？主啊，我知。我错了，到暗时时阵救出来，这个囡仔是伫个这个树下内面。这个囡仔救出来的时阵，干那擦伤，头壳无安那，伊是倒头栽啊，头壳无安那，骨头拢无安那，足奇妙的，对顶头落来无安那，搁过了1礼拜，发现这个囡仔无共款，安那无共款。腹肚愈来愈消，这妈妈就足奇怪，带伊进去看，本来迄个医生，全美国干那迄个医生咧看迄种病，这个医生讲，伊就好啊，伊足正常啊。妈妈讲，他有可能，
你对顶头栽倒来，头壳无破，骨头无断，搁原来怪的边啦。好，你甲我讲是因为一个角度落落来撞着，所以头壳就好啊。只有上会感谢主，只有咱的主的这个妈妈就跪落来忏悔，讲主啊，我信你，搁真国我拯救的主，所以伊伫个教会跋倒。离开教会，伊讲伊无要搁去教会，总是要伊回来做见证，讲主，这位主是医治我，是奇妙的上帝。哇，足侪记者拢来，有一个记者就坐迄位举手，讲安妮的妈妈，安娜的妈妈，请问你敢有伊进前的病历？伊敢会是本来就无讲介严重，互你做见证，胡假讲甲夸张，敢若足严重的。因妈妈阵面阵戆呀讲，他有即种故意无要信任上帝的人，他有即种人，伊当足艰苦，毋知要安怎讲的时阵，有一个查甫人徛起来，中年人讲，我会使见证，安娜的病是治到你要死。因为我的查某囝就是甲伊同房害你，我的查某囝伫几礼拜前过身啊，总是因为安娜甲福音传互伊，伊非常的安然过去。这位上帝是真的，总是我过去无相信。亲爱兄弟姊妹，有上帝对上帝遐个信者，咱敢袂？就看咱要安怎甲上帝有好的关系。咱所相信的上帝是安怎的上帝？伊会互咱困难，互咱无法度去想到突然发生的代志。就亲像咱的周报，吴佳音，咱的青年，伊拄则嘛有伫个遮分治啊。伊伫游学中间拄着一个恐怖攻击，有人因为安尼丧失性命，袂明白，总是咱愿意讲主啊，我知你对我是好的，我知主你伫我生命中。主，你是听我的主，恳求上帝来帮助咱，毋是亲像马克吐温，伊讲互伊规暝袂困的，毋是圣经的奥秘，我袂明白，是我明白了，应该安怎做，总是后壁无写，做袂到，互我无法度困。恳求上帝来帮助咱，主若是启示咱。互咱找着咱，喊咱的名两声，叫咱爱回头，毋好搁偏行己路。咱愿意来回应伊吗？咱每一天单独回主，用上帝话，咱愿意心内改变咱的心，互咱搁较亲像主吗？互咱活出上帝的旨意，互伊来欢喜吗？咱若是有亲人搁未信主的，也是咱的囝儿逝世，毋是行伫主的道路的，咱免烦恼，因为主会找着咱。甘好咱起立来唱这首歌，耶稣，你听我。
阮感谢你，阮感谢你在阮，主，阮感谢你，互阮活去。你知即摆的我，即摆的阮，心内悲白，阮或者孤单，阮或者枵意，主，阮或者愤怒、生气。主，你拢知，你真侪阮的活去，因为你疼阮。主，你搁较知阮学担当的代志。主，阮袂明白，总是主有一天，阮甲你见面的时阵，主，阮就会明白。即时，阮只要相信，你是大权能的主，你是疼痛阮的主。阮或者得罪你，主，阮误会你，阮误会主，你离阮远远。总是主，毋是，是你伫我的内面，甲阮同行。主，你有办法，只是时还袂到。主，你听见阮的祈祷，你回应阮，或者是你甲阮讲行别条路，或者是主，你听见你无互阮，或者是主，你讲你小等的，或者是主，你要互阮有更较好的。主，阮感谢你，互阮有路。因为主，你就是道路，主，你就是阮的性命，主，你就是阮的活去，你就是阮一生的祝福。愿阮行伫主你的旨意中，愿阮若是无法度行的时阵，主，恳求你牵阮的手行。愿咱的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